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米士来就问耶稣，对伊讲：列比，阮知你做先生是对上帝来的，因为若毋是上帝甲伊伫地，就无人会行你所行遮的神迹。耶稣应伊讲：我实实甲你讲，人若无顶头生，就袂会看见上帝的国。尼哥底母对伊讲：人已经老，怎样会顶头生呢？太会搁入老母的腹肚来生吗？耶稣应讲：我实实甲你讲，人若无对水、对圣神来生，就袂会入上帝的国。对肉体生的是肉体，对神生的是神。我讲，恁的确着顶头生，你无伫掠做奇怪，风出在意思来吹，你听见伊的声，毋知伊对倒落来倒落去。你若对神生的也是安尼，尼哥底母对应伊讲：怎样会安尼啊？耶稣应伊讲：你做以色列的先生，也毋知这吗？我实实甲你讲，阮是讲阮所知的，干净阮所看见的。若是恁毋接纳阮的干净，我甲恁讲地上的事，恁尚且毋信；若甲恁讲天顶的事，恁太未信。无人捌就天，只有伫天里的人子对天降落的那尔。搁亲像摩西举起蛇伫旷野，人子也的确着安尼受举起，互见若信的人踮伫伊有永活。请陈牧师讲道，题目是分殿对顶头生。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这段经文是咱非常熟的一段经文，熟到一种程度，咱读完就直接跳到第16节。16节是咱非常熟的“上帝疼世间人，上帝爱世人”。这句话毋若伫电火条仔顶面出现，并且嘛是咱信仰的中心。但是就伫即句福音的宣告进前，约翰福音较用心设计一段真深刻的对话。并且这段对话是发生伫暗暝。经文甲咱讲，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个人无亲像一寡来求耶稣医治，也是想要看神迹的人。伊是一个法利赛人，是犹太人的官，是公会的成员，是宗教体制内面的精英。伊是迄种你若想要找敬虔的模范，就去找伊。对就对的迄种人，真有意思的是，伫希腊原文第1节的头前有一个但是，毋过伫咱中文的圣经较看袂出来。这是因为伫第2章的结尾有提到，有真侪人看见耶稣的神迹就相信，但是耶稣看出这人的内心，毋是单纯的信心甲念头，所以第3章一开始就接，但是有一个法利赛人。约翰福音将尼哥底母摕来对比第2章遐个表明有信心，但是实际上无单纯动机的迄群人。所以约翰毋是随便接一个故事，伊将即个人、即个官放伫耶稣洞察人的内心的背景的下面，互咱看见，伫即群表明信的人中间，较有一个遐尔具体一个人，伫黑暗的人生的内面。较有一个人努力伫找求光明，安尼一个人确实伫暗暝来找耶稣。暝时，这毋若是一个时间点。约翰福音的暝时，定定是用来形容一种属灵黑暗的层面，亲像出卖耶稣的犹大，伊要去卖耶稣的时，约翰有强调，迄时暝时。所以约翰福音的作者提醒咱，即个尼哥底母。是非常的清醒，伊也捌真侪信仰的道理，但是实际上，伊还袂找到真正的光，伊还伫黑暗内面伫行。毋过，大部分的解经拢会解说讲，尼哥底母即个人是惊引起别人的注意，毕竟伊是一个犹太人，伊是一个法利赛人，所以伊选择伫暝时来找耶稣。安尼讲法，咱参考就好。但是，咱会当确定的是。尼哥底母
甲其他的法利赛人无共款，伊毋是来找耶稣麻烦的，因为伊一开喙就是讲，列比，阮知你做先生是对上帝来的，因为若毋是上帝甲伊伫地，就无人会行你所行遮的新约。伫遮的阮，就是尼哥底母即群法利赛人，所以这证明即群法利赛人因知影耶稣所做的，拢是对上帝来的。因为法利赛人因会摕旧约去印证一个人所行出来的新约是毋是真的，是毋是异端。所以尼哥底母伊无怀疑，甚至伊看会出耶稣甲一般经过人的训练来得到资格的老师是非常的无共。但是非常可笑的是，虽然尼哥底母伊已经看见记号，但是较看袂见身份。约翰福音特别强调耶稣的新约是一种记号，所以读约翰福音的时，毋是聚焦伫遮个新约有偌神奇，是爱咱看见新约伊所指向的真理，就是耶稣伊本身。因为约翰福音爱人知影，耶稣就是迄个要来到世界的光。尼哥底母的反应，互我想起一句话，就是“知之者为不知”。意思就是讲，认为家己已经知影的人，实际上确实无知的。亲像尼哥底母，一个训练有素的法利赛人，但是伊的知较成做伊的盲点，互伊无法度认出徛伫伊面前的就是耶稣。伫遮尼哥底母伊代表就是一寡宗教徒，这个人毋是无信仰，这个人嘛伫教会出入真久。但是，因拢认为家己啥物拢知，无需要有任何改变甲突破。毋过，若存安尼的心态，就是一种危机。互咱虽然离即个真理无偌远，但是较无法度来谦卑顺服。所以会当讲，尼哥底母伊的信仰旅程已经开始啊！伊对万灾起身。来行往耶稣爱伊去的迄个新的阶段，所以耶稣无针对尼哥底母对伊的懊恼甲肯定来做回应。耶稣拍断伊，讲出一句敢若无关系的话：人若无顶头生，就袂会看见上帝的国。什么是顶头生？字面的意思就是搁生出来一届。但是一个人对老母的腹肚内生出来了后，敢有可能搁踢入去，搁生第二届咧？所以若无解说，咱会产生亲像尼哥底母厄利亚共款的反应。伊甲耶稣问讲：人已经老，怎样会顶头生？减袂搁入老母的腹肚内来生吗？但是顶头生的原文是对顶面生的意思。伊甲咱第一届的出世是无共款的。咱人第一届出世是承受咱的祖先，就是头一个人阿当来的肉体的性命，这是第一届的生。但是这个生同时嘛，互咱继承罪，所以咱头一届的生注定咱最后拢爱行往死亡。这就是罗马书所讲的，罪恶的工钱是死。但是上帝疼咱，伊替咱开一条活路。就是当咱认捌耶稣，咱就会当认罪悔改，咱就会当倚靠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对一个会死的性命改变到一个新的永远活的活命。亲像保罗所讲，所以人若踮伫基督，就是做新创造的，旧的代志已经过，呾拢变成新的。这就是顶头生。另外，顶头生嘛，毋是咱家己的努力会当得到的，这完全是上帝的工课。所以耶稣讲，人若无对水、对圣神来生，就袂会入上帝的国。对肉体生的是肉体，对神生的是神。我讲，恁的确着顶头生，你无得掠做奇怪。而且讲到水甲圣神，这毋是两项分开的物件。嘛，毋是伫讲洗礼的仪式。伫犹太背景内面，水是清气的意思，
神是上帝换新的气力，所以水甲圣神是顶头生共一个过程的相面。一边是清气咱的罪，咱的过去；一边是换新咱的未来。举一个例来讲，亲像有一间真久无人住的厝，内面拢是尘埃，拢是搁破搁旧的家具。但是有一天，即个主人伊决定要重新来住伫即间厝，所以大先伊就爱摒扫，伊爱当粪扫，伊爱用水去拭、去洗来互伊清气。这就是耶稣所讲的水。咱若无互伊来洗除咱的罪，咱的内面犹原是垃圾的。但是即间厝够人会当住，要无够野，所以主人爱重新有电线、装电火、装冷气，互即个空间会当流通，会当光明。这就亲像圣神，当圣神伫咱的内面运作，咱就会当得到洗清气。咱即个洗清气的人，嘛会当重新来活过来。耶稣讲，若无安尼，就袂入上帝国。即个讲法完全是推翻尼哥底母的看法，因为法利赛人拢认为，只要一个人伊完全遵行宗教的要求，就会当互上帝称作是义人，就会当入上帝国。但是耶稣讲，毋是靠知识，毋是靠行为，嘛毋是靠身世，嘛毋是靠你的血统，唯一的条件就是上帝互人的新的创造。为什么讲这是唯一的条件？因为当咱对内面到外面，当咱对头到尾，规个互上帝换新，咱即个人才会当有一个属灵的眼光，才会当看见上帝国的奥妙。咱若毋是全面互上帝换新，只有部分清气，就亲像一尾鱼，当人该掠到地面的时，伊是无法度呼开地面的空气，伊无偌久就失去伊的性命。同款，上帝国毋是一个地点，伊是一个新的环境。咱若无信心赏赐互咱的新的性命，毋是上帝排斥咱，是咱家己根本就无法度进入即种新的状态。所以对尼哥底母即种真标准的法利赛人来讲，耶稣所讲的已经互伊脱离原本伊想要升级伊性命的想法。伊想讲伊来找耶稣，就会当互家己变较好诶，会当对60分提升到90分。但是耶稣反转伊的想法，耶稣甲伊讲：顶头生毋是安尼哦，顶头生是废掉你原本规个人的系统，并且毋是照你的想法。是圣神在做工课，但是我想对伫尼哥底母，对伫咱来讲，圣神是非常歹理解的，因为圣神看袂见、摸袂着，是要安怎来理解咧？耶稣就解说：风出在意思来吹，你听见伊的声，毋知伊对倒落来、倒落去。咱会当感受着风。咱会当听见风的声音，但是咱无法度知影即个风是对倒位来，嘛毋知伊要对倒位去。耶稣讲，既若对神生的也是安尼。即句话意思就是讲，圣神亲像风，无人会当控制，伊是无形的，是无法度理解的。但是对圣神得到顶头生的人，较会当互咱看见伊生命换新的分野，亲像咱真熟的一首诗歌《奇异恩典》，伊的作者 John Newton 就是一个真好的见证。伊原本是18世纪买卖即个非洲的奴才的一个人，伊非常的残忍、无人性，是一个生理人。但是伫一届拄着海面的大风涌。伊伫生命危险的关头，伫呼求上帝。虽然伊毋是一暝之间就完全改变，但是伊的人生渐渐改变方向。以前的伊靠剥削人来得到利益，但是后来伊毋若是离开即个真趁钱的生理，
并且伊公开出来反对奴才制度。最后，伊将伊的性命见证、伊性命的改变来写做《奇异恩典》这首诗歌。这就是圣神伫做工课。虽然咱看袂见圣神，咱嘛无法度知影讲伊是安怎伫做工，但是咱较看会见一个人，伊互改变了后，伊规个价值观、伊的想法，也是伊的性命规个拢总伫改变。所以耶稣讲到遮，尼哥底母伊嘛无法度完全理解，因为顶头先的道理，对一个宗教的老师来讲，实在是太颠覆啊！亲像有当时啊，咱读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若触着咱的念头、触着咱想法的时，咱嘛是会问同款的问题，讲怎样会安尼啊？但是圣神非常奇妙，圣神的工课毋是要撤销咱的疑问，圣神是邀请咱继续伫即个疑问的中间，开始学习安怎去相信。所以耶稣因伊讲，你做以色列的先师，也毋知这吗？耶稣毋是伫笑伊，耶稣是伫挑战伊，因为信心的工课，毋若是耶稣时代新的代志，伫旧约早就存在。伫以西结书36章24节到26节，才有讲：我要带恁出列邦，对列国中聚集恁，带恁入恁的本所在。我也要用清的水杀压恁，恁就清气。我要洗清恁，除去恁一切的拉残，甲恁一切的恶相。我要用新的心想事恁，也要用新的心下伫恁的内面。阁要对恁的肉体除去亲像石的心，想事恁亲像肉的心。即只真清楚来看见新的神。所以圣神毋是旧新约才有新的物件，圣神早伫旧约中间就已经存在，对以前到现在，圣神拢存在。但是尼哥底母这位学习上帝话、教示上帝话的老师，竟然看袂起上帝不断地进行新奇妙佮新的代志。所以兄弟姊妹，这互咱看见。信仰上大的危险，毋是咱毋知影，因为咱若毋知影，咱会当靠学习来互家己知。但是上大的危机，就是咱用咱有限的理解，来将上帝束缚伫咱家己的想法内面。我信的上帝就亲像我大，即间已经50年的厝，一点仔拢袂当来变动。但是上帝毋是一个用插头所雕刻的偶像，咱的信心嘛毋是一套的系统。信心的换心是要亲像风来扫除所有上帝无要爱，会阻挡咱甲伊关系的物件。信心的换心也要互咱有一个新的眼光，来看见迄个咱现在还未看见上帝要互咱的应允。但是我相信。听到遮的尼哥底母已经表现出迄种无法度明白的表情，亲像我看恁中间有个人即摆的表情嘛是安尼。所以伊问耶稣讲：怎样会安尼啊？这就代表讲，伊对耶稣即个老师，哪会知影天顶发生的事，伫遐感觉奇怪。所以耶稣继续讲：我实实甲恁讲，毋是讲阮所知的。干净阮所看见的，所以恁毋接纳阮的干净，我甲恁讲地上的事，恁尚且毋信；若甲恁讲天顶的事，恁减要信。而且地上的事所讲的，就是当圣神伫人的心会伫人内面换心，这是看会见的，是地面的事，是人会当经验的。但是尼哥底母较卡伫遮，因为伊无法度明白圣神的工课，所以耶稣继续甲讲：如果你连上帝伫人内心即种换心、即种代志，你拢无法度明白，我阁甲你讲较侪关系世界、关系救赎、关系永活遮的物件，你嘛是无法度会当来明白的。这是什么意思咧？举一个例来讲，
当医生甲病人讲：“哎呀，你即马血压伤悬，你要开始控制你的啉食，若无你会中风哦。”医生是根据检查报告的数字来做判断，检查的数字这是看会见，是地面的事。但是即个病人讲：“我毋信，我即马感觉真好，我一定无问题。”若是安尼的心态，无论医生甲伊讲几啊年以后才会有安尼风险，即个病人嘛听袂入去，因为伊连眼前会当证明的物件，伊拢毋信啊。何况是未来迄个看袂见的代志咧？佮用耶稣头前所讲的风来说明，风咱看袂见，但是咱会当通过树叶的摇动、头毛风吹乱来知影讲风的存在。但是如果有人甲你讲，哦，我无看到风哦，所以绝对无风即个物件。无论你安怎甲伊解说天气的原理、气流的物件，伊嘛听袂入去，因为看会见的现象，伊拢无要接受啊。何况迄个看袂见的原理咧？所以耶稣即句话在提醒，重点不在伫人的 IQ 有偌悬。毋知一个人捌偌济，重要的是一个人敢愿意去相信。对尼哥底母即种法利赛人来讲，实践教条反倒是较容易的，因为伊只要表面去达到律法的要求，就算是合格。但是看袂见的事咧，伊是要安怎相信？所以耶稣直接互伊，嘛直接互咱答案。耶稣讲：无人捌上天，只有伫天的人子对天降落的那定。即句话等于是甲尼哥底母讲，答案就徛伫你的面前啊！耶稣直接宣告伊的权柄，伊是对天降落，道成肉体，所以伊毋若是一个老师，伊讲的嘛毋是一种理论，因为伊本身就是真理，并且无论伊行到倒，上帝国嘛带到倒。最后，耶稣举一个尼哥底母一定知影的一个例，来针对耶稣来到世间的任务来做说明。耶稣讲，佫亲像摩西举起蛇伫旷野，人子也的确要安尼受举起，互记那信的人点伫伊有永远。即件代志是记载伫民数记21章。迄时，以色列人伫旷野埋怨上帝，埋怨摩西。所以上帝就命令一条火蛇进入以色列人的中间，咬伤真侪人。哦，所以百姓惊，就求摩西讲：“你来甲上帝求赦免吧。”所以上帝饶赦这以色列人。上帝吩咐摩西做一只铜蛇，挂伫棍仔顶面。凡若互火蛇咬着的人，只要抬头看迄只铜蛇，就会当得到医好。但是，请咱注意的是，铜蛇本身无医治的功用，有产生医治功用的是上帝的话。上帝讲：“你要得到好，只要遵行我的话，就去抬头去看迄只铜蛇。”所以耶稣直接表明，无人捌去过天顶，将救恩带落来。所以天顶的迄位就主动落来，将救恩亲自启示互人看。并且最后，伊奉举起，只要人愿意用信心来仰望，亲像以色列人仰望迄只铜蛇共款，就会当得到救。所以耶稣即句话，就是伫替伊十字架的使命伫铺路。即段对话非常重要意义，就是伫甲咱讲，救恩是对天顶来的，所以人无法度靠家己爬到上帝遐。只有靠天顶来迄位，将生命的道理来指示咱，咱才会当得到救。但是咱人唯一爱做的就是仰望。当咱仰望耶稣，承认我家己是中即个罪恶的毒，到要死啊！仰望就是承认我无法度救我家己，仰望是转向上帝的拯救。就是迄位奉钉伫十字架顶的耶稣。我相信即个暗暝，
对尼哥底母来讲是一个震撼的时刻，因为伊若要接受耶稣所讲的，就表示伊过去所建立的一切，无论是伊的宗教身份、伊的自信、伊的确定，拢总爱一一重新提出来检验。所以虽然约翰福音无甲咱讲尼哥底母伊最后的决定是啥物，但是根据伫约翰福音第7章，有一摆法利赛人想要掠耶稣的安尼一个场合，尼哥底母伊真勇敢徛出来替耶稣讲话。伊讲无大声听人的话，来知伊的所行，咱的律法敢有定伊的罪吗？尼哥底母非常勇敢来徛出来替耶稣来主持公道，但是伫伊的同事其他法利赛人的压力的下面，伊最后是佫求转去啊。毋过伫第19章，较互咱看见一件互咱真感动的代志，就是伫耶稣受难了后，学生咪的咪，道的道，但是尼哥底母伊出现啊，伊甲一位叫做亚利马太约瑟，因两个人做伙来埋葬耶稣，甲罗马人讨耶稣的尸体，这是一种真公开的行动甲表态。特别迄当时是一个对基督信仰非常危险的一个场合，但是尼哥底母伊无阁秘伫暗暝的内面，因为迄暝耶稣对伊所讲的话。人子也的确要安尼受举起，伊会记哩，伊想起来啊，现今伊嘛亲目看见啊。所以咱会当讲，尼哥底母的信心对黑暗中渐渐来行光明。另外，尼哥底母的故事嘛是咱每一个人的故事。咱可能信主真久，服侍真济，圣经读真熟。但是，咱是毋是要停留伫怨哉即个阶段？是毋是继续停留伫宗教的安全感？是毋是继续停留伫理性，较毋愿意真正抬头来仰望咧？耶稣对尼哥底母讲顶头生，嘛是对咱讲，顶头生毋是性命的升级，顶头生是承认我无法度救我家己。耶稣爱尼哥底母仰望，耶稣嘛爱咱将目睭看远是一个，因为真正的性命，毋是咱家己制造出来，是咱伫十字架下面来仰望、来领受。所以愿咱毋通阁继续停留伫暗暝的理性，愿咱对宗教的确定感来行往仰望的信心，对暗暝的宗教人。来成做行往光明中间的学生，咱做伙来祈祷。听从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照着这段耶稣甲尼哥底母的对话，互阮搁一摆看见阮生命真实的状态。主啊，这个法利赛人伊刻薄祈求光明，伊捌真济，伊读真济。总是伫伊的生命中间，犹原欠缺一件，就是耶稣基督来成做伊的救主。主啊，阮看见阮的生命嘛是安尼，阮受到信仰的理性的捆绑，所以阮无法度交出阮的性命，阮无法度倚靠圣神来扫除阮中间，阮生命中间迄个你无意爱的部分，直到阮。的人生犹原行伫黑暗的内面，主啊，阮祈求你即个真光，恳求你差派圣神伫阮的中间，做换新的工课，互阮真做是一个新的基督徒，新的门徒。主啊，恳求你帮助阮，互阮毋若是来到教会学习真理，也互阮会当伫阮的生活中间，伫阮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活出真理。恳求圣神伫阮的中间帮助阮，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